今日即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0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申命记第5章22节到33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安息。有一摆朋友甲我问讲，若准是会友伫迄礼拜中听讲道听甲困去要安怎？因拢会问我讲，我会安怎处理我就甲因回答讲，我会足欢喜啦因为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本来就是要爱互人安息主怀。起初当我安尼来回答的时阵，我的朋友掠做讲我是咧滚生笑。其实是因对安息主怀的感觉，也是讲认知，已经被掩饰。安息毋是互死人，安息其实是互活人的。上帝想说互人得安息的应允，敢毋是安尼？出来级的以色列人领受着上帝的10条诫，记载伫出来级记20章，以及记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。其中第4诫就是守安息日的诫命。咱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就是上帝对创造了后，就已经享受着安息的应允啊。基督信仰并毋是要爱互人惊吓，乃是一个安息的应允。申命记第5章22节到33节记载着以色列人看到上帝心里的惊吓，但是上帝借着诫命的颁布，就是要享受互因平安的信息。伫久长领受这个上帝所享受的福气。伫申命记的记载安尼讲，这个是上主伫山顶对火焰、密云、黑暗的中间大声对恁全体众会众所颁布的诫命，无过加添其他的话，伊阁将这的诫命写伫2块石板交互我。迄时山里有火在倒，恁听见有声对黑暗中出来。恁逐支族的领袖长老拢来我遮，恁讲：你看，上主阮的上帝，互阮看见伊的荣光甲伟大。阮阁听见伊的声对火中发出。今仔日阮才知，上帝对人讲话，人也会活。这个大火会甲阮烧死，阮若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，一定会死。阮哪会冒着性命的危险？兼有人亲像阮听见永活上帝对火中讲话的声，也会活着吗？你着进前去听上主阮的上帝所有要对阮讲的话，将上主对你所讲的话拢讲互阮听，阮要听，嘛要来实行。恁对我讲的话，上主拢听见啦。伊对我讲，我有听到这个人对你讲的话，因讲了真对。毋茫因存这个宽心，敬畏我，常常守我的诫命，互因甲因的子孙永远得到福气。你去甲因讲，恁倒转去家己的布棚。摩西，你着徛踮伫我遮，我要将你所着教示因的诫命，规个命令你，甲你讲，互因通伫我享受因最产业的地来实行。所以，恁着切实遵行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。
毋通偏左，也毋通偏右。恁拢着行上主恁上帝的命令，恁的路，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享受福气，久长徛起。非常重视信心功课的希伯来书，伫第4章第1节到11节安尼讲着：既然上帝互人进入伫安息的应允要留地，咱着细字，才免伫恁中间有人想讲因得着袂着即个应允，福音平平有传互因，嘛有传互咱。毋过因所听见的信息对因无利益，因为因遐会听的人无用信心来领受。咱遮个信的人会当进入上帝所赏赐的安息。照伊讲的，我伫受气中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赏赐的安息。其实，上帝创造宇宙的时，伊的工作已经完成。关系第7日，圣经一个所在有安尼讲：上帝伫第7日煞伊一切的工作来歇困。共即个所在有去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赏赐的安息。既然大声听到福音的人，因为毋顺坦，袂当进入伫安息。上帝就为着其他的人保留即个安息，真久以后伫大笔的册有记载，上帝设立一日叫做今仔日，亲像顶面所讲的，今仔日恁若听见上帝的声，约书亚若有互因安息，上帝就袂伫后来佮讲起来别个日。安尼，上帝要为了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因为进入着上帝所赏赐安息的人，亲像上帝煞伊的工作，嘛煞因一切的工作，所以咱着努力进入这个安息，才免得有人亲像遐个毋顺服的人绊倒失败。圣经讲甲真清楚、真明白，受呼召的人，基督徒应该着爱努力来工作，并且应当安息的时阵进入上帝所赏赐的安息的中间。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求你教示阮，会晓得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阵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，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偌济艰苦灾难，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较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阮的上帝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的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的拢亨通。恳求主帮助阮平常时尽心尽力的工作，伫主所赏赐的安息应允的中间，会当得到真真正正的安息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